元朗可以係一個城市生活速度好快嘅地方，車水馬龍、人聲鼎沸，散發出都市嘅活力。元朗亦都可以係一個生活好慢嘅地方，喺呢個充滿繁忙城市嘅其中一個角落，仲保留住部分嘅農地喺度。喺香港呢個咁多高樓大廈嘅地方入面，農地係其中一個可以俾人好好休息放鬆嘅地方，暫時脫離城市緊張嘅生活，更加好體驗大自然。喺鄉村放慢急速嘅步伐，呼吸新鮮嘅空氣。錢婆婆同陳婆婆係元朗本地居民，佢哋居住喺呢個地方已經超過60年。佢哋嘅生活模式同城市完全唔一樣。佢哋每一日都會有一部分時間留喺田入面活動。耕田好㗎，耕田都又種到又有得食，啲菜又自己種嘅又好食。我有自己80幾歲啊，我哋兩個。係咯，喂，幾歲冇定去嘛？冇定開，我哋耕田。中意周圍去啊，我都唔中意周圍。冇病咧，20歲唔能夠周圍去㗎嘛。冇病啊，唔使政府咁啊津貼我。係啊，幾好啊！我都幫到政府啊，係嘛？本地居民都好中意呢度嘅生活，唔想要離開，因為佢哋已經習慣咗呢塊淨土。但係隨住社會嘅急速發展，將來需要起嘅樓都越嚟越多，而呢啲農地之後都好大機會會被發展商同政府收返，而呢啲全部嘅昔日生活回憶都會被夷為平地。例如今日收走咗菜園村，咁下一個俾人收嘅地方究竟係邊度？呢啲農地遲早一日都會變成數百個或者數千個嘅住宅單位，最後剩低嘅嘢就淨係得石屎森林，其他全部嘅嘢都會消失。雖然土地發展固然能夠提供更加多嘅住宅單位同埋設施俾香港市民，但係同時間都會有更加多嘅自然生態遭到破壞。無論係當地居民定係本身住喺大自然嘅動物，佢哋都失去咗容身之處，流離失所，而且獨有嘅鄉村文化都會慢慢消失。其實香港政府係咪應該重新審視下香港社會嘅多元性，保留呢啲鄉村嘅文化，而唔係單一咁發展經濟、金融同地產？睇翻歷史上咧，開拓土地係一定賺錢嘅。咁所以大家係唔需要喺今日嚟到睇，而家係睇有一盤生意喺度。呢盤生意除咗喺即係金錢上有得益咧，係為香港市民製造更加多嘅就業機會，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加多嘅住房。任何負責任嘅政府都應該擁抱呢一盤生意。你要收都冇辦法，嗰度收嗰時冇辦法咯，小姐。係啊，會唔會好唔捨得啊？咁啊，梗係唔捨得啦，自己你捨得都冇辦法係嘛？租啊，咁又有得食。